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北部东北部上大雨，7县区大水覆直报，桃园大园路地甲观音也传出积水的灾情。有诈骗甲民众骗讲会当甲林骨塔使用冰晶换做宽装，民众只交出去才知被骗。杜拜飞香港飞行机降落了后，冲出跑道，弄到地勤的车落海，造成2个人死亡。新闻头起先来看风台外围环流含东北季风加做伙，北部含东北部雨势落甲正粗。北台湾7个县区拢发布大水覆直报。若基隆河水位嘛一直涨悬，这燕山也启动今年头一届挂水分流。雨水速度来，伫台北市的正大校园，因为大水河淹水，校园的路正做小河，学生艰难了水正回宿舍。因为还佫一个住伫新北市中湖区兴南路一段的网友，伫社会媒体表示，厝内底1楼淹水已经淹到骹棒，实在有够罕苦。因为台北市大东区长吉街8月10日传出路树，好亲像未堪哩连一大雨倒落去，高底害一台停伫路边的车，好佳在无情愿伤亡。气象署表示，受风程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烈影响，北部甲东半部落雨较明显，其中新北、石碇啊落雨上济，累计雨量超过338毫米。从昨天累积到目前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出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2个地方那最多是在新北市石碇区，已经累积到338.5毫米那台北市部分地方，像南港也是有来到300毫米以上的降雨气象署早起发布大水雨特报，为8月到8日暗时，针对台北市发布超大水雨警戒，基隆北海岸、新北甲桃园市发布大水雨警戒，新竹县、南势甲绿岛市发布大雨警戒。气象专家提醒，到拜三进前，IC2累积雨量造成灾害。这种雨会有致灾，至少这个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在山区的地方都很容易发生。那在平地的话，这个排水比较差的地方，偶尔就会有积水的现象。因为基隆河水头水位一直涨起来，宜山要8日透早1点45分已经启动今年第1摆分洪。气象署也伫中昼12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的大水雨事件加强作业。下晡3点半会举行记者会来说明，佮提醒民众拜三进前爱注意沿时强降雨加强阵风，各地所在爱细致积淹水山区爱严防防烂，路桥、土桥楼加溪水暴动。记者综合报道。北部落车公雨，在上北位昨到今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啊。气象署也提醒，上北甲宜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那气象署伫咧中昼也针对大水雨启动加强作业，增加预报。我们目前预计在局部豪雨的区域，大致上就是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那其中在今明2天20、21号，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就是有可能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雨势。可能在22号，宜兰的一个比较剧烈一个降雨还会持续也还是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北部雨水增高，北部甲宜兰大水雨会落到拜三。若拜三拜四受到东北风甲低压带影响，新竹以北、宜兰、花莲也会继续上大雨。也因为落雨，在中部以北、东半部的天气拢转凉，其他所在早暗也会较凉。提醒乡亲这2天，中部以北、东半部、南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阁有片乌金门马祖会有长影，建议乡亲唔通挖近海边啊。今仔透早，桃园的雨势落甲正粗，大园、路桥甲观音拢传出积水的灾情。我到的时水有开始咧退啊，不过水利署也发布一级警戒，提醒大家要爱注意。桃园落大雨，真侪所在淹水。大园区波心里高速公路2号涵洞下骹的路积水，真侪车冒险驶过，现场有抽水车伫咧抽水，早起就车被驶过时阵吊吊的。在等救援过来，可能救援今天很忙，就那边一个水坑，前面车都过了，就我。雨是大高柄，还佫传讲有人厝内淹水。民众讲，水是对边仔工地带着黄土水流来，因遮所在较低，水拢流因厝内，不淹到下肚才悬。积水都淹到小腿啊。东区有来用沙包，所以它现在有慢慢的比较少了，但是那个还是一样，
到时候下暴雨是会涨过来。工地造成淹水的情形，同款发生伫咧观音区新生路甲5号三街路口，因为中卫施工，熊熊落大雨，工地排水排袂好，水规个淹起来，观音派怪手来挖。我在里面站起来，看到外面什么淹大水，我在喊人啦。除了东北季风，也有风神风台外围环流相重影响，北部的雨正大，桃园发生淹水的情形。挖到时阵，水虽然有小可消退，不过水利署是针对桃园的大园路德区发一级的警戒，大家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国造畅水南海鲲号要11月交会是无啥可能。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台船若违约会逐工罚19万。另外，海军幕僚机构大气海洋局的局长洪亚康讲，伊违法收集汉光机密，预算报绩效，目前国防部等咧调查。先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希望他们本于无枉无纵的这个精神，迅速的完成行政调查。对收集海洋甲气象资料，海军幕僚機構大氣海洋局局長謝林上校被驗出違法收集漢光機密副部副船長，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已經在調查。另外，還有可能無法度如期在11月交艦的海鲲號，郭立雄透露，台船若違約會每工開罰19萬。每日計劃，應該是我的理解，應該是19萬，有上限。就是建造款的20%，将近40億。民進黨議會質疑當初國艦構造拜登5年外交艦的時間是不是太過樂觀？郭立雄承認無考慮咱的國情，諜造裝裝備遇到困難才延前。如是研制的話，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的話，大概都要耗時7年到甚至有高達16年。我們怎麼會有勇氣？就是5年多我們就要交建了。建造的時程的安排上面沒有去理解現實上面，事實上會面臨很多困難，尤其是我們的國情所面臨的一些裝備上的籌獲啦，或者是一些原廠機械人員來安排啊，是不是卡車的？或者甚至是巴士並聯用在戰車上面，這是什麼樣的主機？是潛艦用的嗎？是船艦用的嗎？對，這個是船艦用的主機。當初是因為這個輸出許可的問題，我們沒辦法獲得比較大功率的主機，所以才會用數量比較多的功率比較小的主機。郭立雄強調，即馬相關技術無問題，需要給一寡時間來調整，伊還有信心。另外，國防部的報告當中指出，目前已用3擺鋪航測器，為後續佔航測器安全。即馬重點是測驗主機甲電力管理系統，也有整合式載台管理系統，希望加速完成相關的整備。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回台北市科技案，T17十八土地超賣好勢，台北市府要求新公證書在咧10月20日進前愛回應。若新公證書是想要直接和回答直接，台北市府也表明無可能。新公證書若唔，市府有準備別地土地要互回答警。回答本來想要伫台北市北市區的 T17、T18基地設台灣總部，不過因為這兩塊地即賣地上還是成功人收，台北市府間承收即賣條件也閣講袂好勢。團講承收已經甲市府談達願意協議解約，希望市府會當支持承收甲回答直接談，強調袂替市府甲納稅人一仙錢。回答根本不可能直接把錢匯給新碩一個標的物。他不可能付給這一個新碩一筆錢，又跟市政府簽呢，又要付給市政府一筆錢，這個在回答大概有它的困難。李四川講，這嘛是也未收到新收的回函，但是頭前的 MOU 正清楚，回答希望對高單位是市府，由市府收回土地，新收解約的條件只要保護市府，用第三方的律師公會或者是國技師公會審查鑑定了後，那合理就會保護議會，那進行了順利就能解決問題。但是也強調有其他的備案，盡全力甲回答到底咧台北市。當然，其餘的這一個部分，我們也都會做準備。那容我大概這個稍微保密一下，我們選擇的地絕對會跟比 T17、18加起來大。台北市政府認真講，回答所提出的時限是10月20日，若是到20日新收攏無提出條件，市府就會建立備案停書，提供T17、18以外土地予回答警。
像 T12甲上南营区拢是避案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上空上芳要渗透威胁咱台湾，内政部也提出7大措施，加强收集情报和维安。国安局嘛有建立暴力分子的资料库，加强管理。立委关心最近中国投资的媒体去偷对、偷袭咱的政治人物。记者处长表示，这是真无应该的代志，咱台湾人会甲屁嘴烂。这几年，境外敌对势力对台湾渗透的手法是愈来愈多元化，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自111年侦查41件，到113年已经有160件，起诉人数也自111年28人增加到113年170人。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问讲，有海外资金帮助的媒体、群众监控国家的重要人士，是不是爱查？你要去看这个纸上公司的背后，是不是有中共啊？有没有中资啊？有没有港资啊？是不是红色的力量把钱灌进去啊？是不是有没有牵涉到这一些的中资、港资的这种状况？那如果说有报案的力量，我们就会立案来查。中共这份用复合式渗透，内政部怎么实施7大措施，加强检索加警卫部署，亲像是3级以上机关首长的警卫就要特殊查核，强化首长的维安。国安局为了要强化总督维安，也建立针对政治极端主义，抑个特定不班群体内面有暴力倾向行为的资料库，强化立管甲轰炸。要立委问警政署，对最近大家伫咧讨论的群众翕相行为，是毋是有相关的作为？黄明昭署长有被跟呐，多少首长有被跟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行为，我觉得全国的民众都应该会唾弃这一种。这个无目标式的这种跟监。警政署长张荣兴讲，中央部会首长若是有报案，会启动标准机制，并且加强警卫的训练。亲像省长伫咧上路车时阵，抑个车伫咧驶时阵，后壁是毋是有车伫咧地，就是发现即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主委叶俊显上任以后，头一届去立法院备询，讲要推动 AI 10大建设。另外，美国对顶关税敢会造成台湾的产业和人才走去美国呢？叶俊显表示，目前是无这款情形。继续来看花莲的鲁谷立不克邦山湖，水若阁涨悬4公尺半就会溢流啊！目前工程单位已经咧开便道，阁3-4天的时间就会当引流下水。伫个鲁谷影口形成的立不克邦山湖，工程人员甲机构入去施工，经过几啊天，总算挖出一条便道。目前离邦山湖的花上悬的所在，还阁差10公尺，只要成功到位，就会当开始处理。不过林保署讲，上尾这段路施工的环境是真危险。怪手进去它还会落石啊，所以我们现在等那个周围环境比较稳定后，他们会再进到那个坝顶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坝顶降低5公尺，让它的水溢流。照中央的观测，目前邦山湖水位正常，出水量是175万吨，离溢流的水位敢若剩4.5米。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虽然相关的工程还阁伫咧赶工课，上紧3-4天，上班1礼拜，引流排水才看得到初步的效果。不过邦山湖的危机到今还未解除，嘛互伫咧水尾部落的居民是真烦恼因安全的问题。你住遮偌久啊？5-6年有无？有啊，烦恼嘛就烦恼啦。最好能够就是说上面的坝体赶快给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给它处理，那现在就是村民最大的一个期待。其实德鲁谷已经不是头一届出现邦山湖，伫港这个所在，1951年花莲大地震形成的邦山湖，迄当阵花有到73公尺悬，半年了后才放弃。1998年巴比士风台，伫个立不克水落段嘛形成邦山湖。根据即个监测，17透早4:58分，短短18秒的时间，几啊万立方公尺的大粒石头，甲溪流炸掉咧。怎形成一个湖？就连真出名的地漂首长也嘛引起。面对这个灾害，泰管处是高度警戒，嘛提出封闭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的灾区是继续咧拼烂土，这几天有小可淹水，居民烦恼万不知若上大雨就会做大水。不过中央前进协调所表示，刷落来拍算要设抽水站，或者是扣水池，或者是伫咧家家户户拢做闸水门。这里是花莲光复乡佛祖街，目前现场没有下雨，可以看到怪手正在清淤，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力拼复原重建。
花莲国后乡因看到山丘车架大型旗鼓建筑，复原工作一直在进行，尤其是东寨区佛祖街小山鸟也在居民出门口斗相共清理。不过，若想到落雨，依然让居民唔敢待去。如果这一场大雨一来的话，我像光复应该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灾难在这。同款是佛祖街另外桥后面梯怪手在后边，乌墩式的山头就是要协助清理。不过居民表示，虽然这几天雨势不大，不过在徛街边依然出现部分的积水。因为下的雨不是那么大，就开始淹水了，对吧？刚好今天有那个怪手来，他就把我们就是说先挖一个可以排水的。中央在海险变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郭连成表示，目前在花莲国后乡的中间工程，佛祖街是上予伊袂放心，因为目前排水也未看风水部，都惊雨势落来水会流到上溪所在。目前的建议是不是设抽水站或者是地洪池？要请这个县府这个地方还有乡公所，将来要朝这个滞洪池的方式来做处理，让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个淹水的状况可以先进到这个滞洪池。除了地洪池，郭连成指出，也在考虑伫民众徛街头前做风水门，中央的部分补助，不过依然爱看居民意愿才会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灵骨塔买卖诈骗是哪来人严重啊？台中有民众就互骗讲，会当甲伊灵骨塔使用凭证倒换做款种，若钱交出去，才知影是假，互骗啊。台中一个姓张的民众，原底有灵骨塔使用的凭证，不过伊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讲会当甲伊斗3工办款证转换。这个民众交现金予对方2解，了后去甲灵骨塔公司查，才知影款证根本就不是伊的。权状是假的，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权状上面如果是真的，它有盖钢印，上面没有钢印。以协助转换灵骨塔权状为由诈骗，将犯嫌当场逮捕，并查扣假权状、手机等证物，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续警方甲这个民众合作，顺利抓到这个出面要收现金现金的车手。另外，台南嘛有一个姓吴的阿伯，诈骗集团打电话甲骗讲，会当甲伊倒转卖灵骨塔，利润袂少。毋过爱提供身份证影印本，佮爱纳税金甲手续费，拢总3万9。这个阿伯感觉真奇怪，甲警方问，才去互警方主动落来。对方谎称可协助转售灵骨塔赚钱，要求汇款缴费，警方及时识破并劝阻，成功避免损失。这几年灵骨塔的买卖真普遍，嘛才做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警方呼吁民众若要买卖，应该透过合法的管道，嘛要查证，千万唔通黑白相信才会变现啊！嘛唔通去互真悬的利润城去，落入去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抓到违法电视阿壩犯罪集团，因为中国买电视阿壩伫咧台湾成立进口行销技术的部门，分工是真有道。检警开设3年的时间调查，估算已经卖出去8000台啊，侵权起达11亿。即阵是依照违反著作权法提起公诉。电脑前放几台电视阿壩测试信号监视正常，所有有线电视直播节目、电影、戏剧拢会当收看。刑事局破获大型非法有线电视阿壩犯罪集团，40岁姓张甲39岁姓陈的主嫌为首等10人名成员，卖超过8000台非法电视阿壩，不法获利2400万，侵权起达超过11亿。他贩售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台，侵权犯行时间长达3年之久。经过权利人估算，他的侵权市值超过了11亿元。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分工真有，先为中国管道卖电视阿壩，佮透过网络黑皮、甲实体店面来卖，也伫面册协助人客解决使用问题。民众买了后，只要装伫指定 App 就会当开始看。集团伫桃园市桃园区设立总公司，也伫台中市西屯区南区、新北市中和区等地点开设实体店面。警方用我3年时间突破断点，前后拢总发动3摆敲锤，才将规个集团专列起来。非法机上盒进来之后会有那个进口的部门嘛，那我们比对相关资料，还有相关的物流资料，还有一些贩卖的讯息之后才逐渐把这个整个犯罪集团的架构厘清了之后，我们才进行搜索。
警方讯后将专案以涉嫌违反著作权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检方伫今年10月7日提起公诉。警方呼吁非法电视阿嬷毋但看的品质无好，装无经过安全检证的 App， 也可能正做治安空旁，民众千万毋通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五开始，便利店开始卖合法的加热粉，不过因为这包装无写尼古丁的量，所以卖无一天就水落市啊。卫福部表示，产品的标示不合规定，改善了后才会当个继续卖。便利超商自这个月17开始，会当卖合法的加热粉。卫生部长石仲良加国建署长沈正芬，还有地方的卫生局人员，第一天带队到超商稽查。也强调，法律禁止卖粉品或也未满20岁青少年。请他特别的落实他店内的这些贩售人员的教育，特别要去强调停、看、问哦，他一定要停下来，要看一下，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满20岁，甚至可以要求他出示证件。不过，合法的加热粉因为无依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才上市一天就被下架。卫生部长石仲良讲，相关产品标示无符合规定，依法下架回收，这嘛已经全部完成。再个重新正确标示了，才会使个采起嚟卖。从各卫生局呢传回来的稽查结果也发现呢，有一些标示呢不符合规定啊，所以呢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那么确定呢它应该依法那么。要下架回收，它所有的这个上市规定还是应该要符合烟害防治法跟它的法规的规定，特别是标示上的要清楚。国建署表示，加热粉的业者应该照规定标示尼古丁含量。食药署已经研发加热粉的尼古丁检测方法，并且传好检测的量能。当时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肯定卫生部第一时间就依法要求所有无标示尼古丁含量的加热粉下架，并且赞成应该检验市面上加热粉尼古丁的含量，让大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针对建教合作的部分，教育部讲过去4档无学校嘛无机关违法和罚钱。不过，民团指出，这报告显然是写讲有上千位学生一天做超过12点钟。那教育部是买回讲这是学生写订答，不过民团无法度接受。参加建教合作的学生，伫咧毕业进前就学会晓做太阳能板、检查配线的工课。建教合作一直是结合学校教育甲工课场的教育模式，但是学生伫咧工课场敢有保障，一直受到关心。第4届国家审查报告就要开始审查，教育部伫咧报告内底写着。2020年到2024年，并无建教合作的机构和学校违规，互人罚钱。不过，民团批评报告内面明明就有9千位的学生，工时超过12点钟。建教专法内底有规定讲，建教生的训练时间袂使离个透早6点进前，佮有暗时的10点以后。不过，咱看到这内底的数据吼，拢有出现着建教生有出现这种的状况，特别是超生的这个部分吼，伊的状况是更加严重。另外，民团也指出，政府在2021年就法律规定，申请心理假是袂当靠生活津贴的。不过，2024年佫有5派学生互人扣钱，而且佫有14派唔知影会当请心理假这件代志，显示学校、政府的宣传拢无够。足侪学生唔知影会当请即个生理假，那佫有足侪学生无请过，是毋是因唔知影，还是唔敢请？即个代志是我感觉国教署是要佫较认真去做即个代志。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全台建教生9万人，其中侨生有7000多人，人数是侪过台湾的学生。教育部的报告内底讲，针对工时超过，教育部去关心了后，发现讲是侨生因为语言的关系填唔到去。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侨生的保障比台湾的学生佫较差，因呼吁政府未来若是要进行调查，莫用问卷的方式，应该是实际参访去了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前一阵仔去互丰泰扫派供电帮乌白达引起社会讨论。环境部长裴启平强调讲，针对水面型的供电，伫咧年底进前，就会讨论制定宽频标准。
进前，但那些风台侵蚀造成几下的供电棒互破坏，弹条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环境部长彭启明到立法院针对供电棒案场的环评机制备询，两位继续提出质疑，希望部长讲好清楚明白。请教部长，您回头想，您是否认为过去光电产业的这个发展排除了环境部的这个角色？如果任何的国家的开发，能够都有环境的意见，对我们保护我们国土是有用的。彭启明强调，希望在年底进前透过科学讨论，佮收集各方意见，提出水平型供电案场需要做环评的标准。也可以提出来台湾自己的水面型光电的多大面积的环评，所以目前我们是朝向我们开放的态度，也希望可以列在我们的未来环评的这个细项的规则里面。国际也有没有把它列为应办环评的事项，或仅针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光电设施，采用相对密度低的管制措施。另外，对乌山头水库供电棒清洗引起讨论，彭启明也搁一摆表示，经过检测，水库水质无异状。水库的水到达这个净水厂，因为我们的喝的水是经过净水厂才到我们身上。那其实我们量过这几个之后，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异状。彭启明强调，目前全台大约有3至4座水库设置水面型供电，环境部会密切监控水质，也会甲农业部、经济部讨论相关的规定。农业部也会制定供电棒清洗的管制标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香港机场发生航空事故，有一架为杜拜飞来香港的飞行机降落了后，煞冲出跑道，撞到地勤的车。这飞行机和车拢跌落海，造成2个人死亡。同款是咧机场以外的消息是明加拉达卡机场货运区导火，航班大乱6点钟，损失有11美金。落雷海飞机机头点伫岸边爆花，机尾伫海内，机头下弄窗，机翅凹长，机身微中断开，机尾干呢露出少少的部分。香港警方指出，事故发生伫20透早4点左右，出代志的班机是RNQ 航空编号EK9788波音747飞机，因为降落时阵飞机无法度马上冻停，偏离跑道了后落入北边的跑道外海。初步检判伫过程中，中一台地勤服务车弄入海内，差不多40岁查甫司机送医抢救，透早6点外死亡；差不多30岁查甫乘客当场死亡。飞机顶悬4机组人员无受伤，但是发生了后，机场北平跑道暂时关起来，香港政府相关单位咧调查事故原因。另外，南亚孟加拉上大机场伫咧首都打卡的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货运航厦10日下晡2点向向发生大火，乌烟呛甲天边。37个机场消防队甲空军马上去拍火，不过火势伤过猛，机场外6点钟航班起降大乱。国际快捷货物存放区严重烧毁，这所在化学药品仓库也着火。孟加拉是全球第2大服装生产国，纺织品甲服装产品差不多占出口业80%。孟加拉国际航空快捷协会表示，每一个货物拢投保，会做出赔偿，不过进出口受到直接甲间接损失会超过10亿美金。তো এটা তো আসলে আমাদের মাল তো ছিল অনেক পরিমাণ তো অনেক, কিন্তু সব দিক দিয়ে হিসাব করলে তো আরো অনেক ক্ষতির পরিমাণ তো অনেক করে নাই যে এটা তাড়াতাড়ি এটা শেষ করি, যেটা আমাদের সম্পদ নষ্ট হচ্ছে এটা কেউ নিজের থেকে কেউ দাবি দেয় নাই。这是孟加拉一礼拜来第3场重大火灾事件，是首都打卡一间4层楼服装厂甲隔壁化学仓库大火，16个工人死亡。16吉大港出口加工区一间8层楼生意工厂大火，好佳在无伤亡。公视新闻警员庆报道。法国巴黎罗浮宫着贼头，有4个查查甫当头白日驶吊车假做工人走入馆内，无到10分钟的时间，就偷摕9件珠宝，其中1件皇冠是落伫涂骹受损。目前警方已经通缉4个嫌犯，罗浮宫嘛暂时关起来。吊车一个停伫咧罗浮宫的外口，贼仔就是利用这台吊车入去收藏法国皇冠珠宝的阿波罗长龙。巴黎检方讲，贼仔犯案时间无到10分钟，计划详细骹手溜掠。Camion nacelle était quelque chose qui a fait partie de leur organisation.
Et donc, à l'heure actuelle, des éléments dont nous disposons, dont les enquêteurs disposent, nous avons sur les lieux 4 malfaiteurs qui agissent, 2 qui arrivent l'un au volant de cette nacelle, l'autre en qualité de passager, et 2 autres malfaiteurs qui précèdent et suivent. 警方证实2个电视桌被破坏，9件文物被偷摕。好加在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伫贼仔逃走时阵，6个讲话，不过也去扣着伤。因为案件发生时阵，罗浮宫都开关无到半点钟，所以疏散现场的游客。I can't really tell how often it happens, but when it happens, it's like only happens in books. It's like a common topic in books and movies. Like the Louvre was robbed. Peut-être c'est le pain qui a volé. Ah bon? Le pain, pourquoi pas? Il faut demander à Le Pen, c'était lui ou le pain. 现场有封锁线，武装警察伫咧附近警戒，几多百位游客被迫离场。官方宣布暂时收管，保存现场。巴黎德鲁奥拍卖行负责人讲，这款珠宝太有名了，可能真歹卖，有可能会被贴做金属加宝石的零件来卖。因为犯案时间只敢若几分钟，法国文化部长达迪讲，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犯罪行动。Immédiatement, quelques minutes après avoir eu l'information de ce vol, et pour tout vous dire, cette opération a duré presque 4 minutes. Ça a été très rapide. Il faut quand même dire que ce sont des professionnels. 罗浮宫真正捌伫1911年发生蒙娜丽莎被偷摕案件，即马又搁发生偷摕案。法国政府讲会全面检讨国家文物的安全，防止历史珍宝搁再成做犯罪目标。警方目前锁定并且通缉4个男性的嫌犯，因为这件案件现场离巴黎警察总部只敢若800公尺，也引起大家对博物馆安全机制质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镜头转来到国内，新北捷运三英线目前正在测试，打算明年3月会当通车。未来三英地区要去台北市中心通勤，会当省20分钟。捷运三英线起点顶埔站已经特别起好，准备按验票的闸门。甲板南线的顶埔站是接触火，为了营养尖峰时段班车，两站之间有8基直头的电楼梯。板南线的出口，直接以直通电扶梯到3楼的三义线月台，这样的情形时间就缩短到1分51秒。三英线有14.29公里长，有12个车头，经过土城，行过国道3号了后入去三甲，是无人驾驶中运量的系统。目前全线29台列车拢已经全部到位，规个系统正在测试当中，测试包括营运的速度。坐台列车高密度、距离的控制，列车停伫外台位置的控制等等。目前工程的进度是95%，完工了后会报中央检查，若顺利通过，按算2026年3月会通车。三甲、永高等等观光的景点，交通会变较方便。履勘预计在明年初，如果履勘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通车。到那个台北大学城那边，就是人比上公车的比较多，所以就差很多。带动交通啊、繁荣啊，还有人潮起来，还有前潮啊。有在地民众讲，目前三甲往回台北行高速公路的公车，因为要坐车的人真多，尖峰时段清载无够通坐。希望捷运通车了后，通勤会更加利便。估计三英地区到台北市中心往回时间会当省2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南高雄超过50年历史的2间病院，包括区外科甲大东病院，今年拢总有4间地区病院收起来啊。议员质疑，这高雄已经是超高龄城市啊。南高雄煞无济伙人医疗相关的门诊，因要求卫生局要争取设立高龄医疗门诊中心。一家医院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不管是日照，或者是一般的病户，或者是急诊开刀，收到哪一间？大东啊！在地经营超过50年的大东病院，伫9月底已经收起来。议员质疑，高雄的老人人口数到今年3月已经超过55万，占总人口数的2成，已经是超高龄城市。济伙人的医疗需求、日常照顾要更加重视。不过南高雄的地区病院煞一间关门，希望有凤山病院加入医疗服务。不过对济伙人来讲，也是无够利便。心脏科啊、外科拢来到中间本院。啊，其他较简单的，才伫凤山病院看。对，啊，你若要门诊哦，就歹挂。
民众望就近有一个所在通做一摆看守过镜头。市议员林雅静表示，北高雄有高雄整合医疗中心，为什么南高雄无？南北医疗资源无对等，建议卫生局爱好好利用台东这运站的连开案，结合红山病院，打造一个方便济会人看医生甲日常照顾5、6个场所。这么好的所在，比任何一个大病院更加好，更加方便。啊！你即马唔用，要当时用，要当啊检举甲厝拢卖完去了，你看来找无所在吗？迄是艰苦的老百姓呀。我目前已经争取到的是日照跟我们英法族健康俱乐部，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会争取。卫生局强调，除了原地规划121平2楼空间来做日照中心以外，阁有增加运动俱乐部，总面积达到206平。未来将会结合边红山病院，透过医疗甲运动整合的观念，提供时代多元的健康服务。记者郭亚如、教用高雄场报道。为了要支持厝里有幼囡仔的家庭，南投县第1间定点临时托育服务中心19日的妇幼馆正式启用，收费是比较基本的点钟费。有不少家长拢真肯定，不过也反映讲，因为爱提早注文，那临时要约时间，惊讲无一定约得到。南投县政府开100多万改造妇幼馆的空间，成立定点的临时托育中心。请合格托育人员协助临时有代志，也是短时间无法度顾囝的家长有所在家。其实，这个临时托育的服务，伫正式启用之前已经试办要1年，但效果无啥好。要1年来服务的人数无到100人。这款的服务我感觉是真大心啦，若是会使有搁较侪保姆，或者是搁较侪地点，有这种服务，我会感觉搁较好。我会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我爱加班的时间，希望是较后壁，就是可能4点后壁的时间。县府表示，临时托育中心提供拜1到拜5早起9点到下晡4点的时段，家长爱先打电话，也是线顶注文，会当到照顾6个月到3岁以下囡仔。同一个时段上侪收4个细汉囡仔。家长虽然普遍拢肯定这项服务，但也建议爱加一寡春秋的空间，因为若是常常有代志，也是超过下晡4点，拢无法度使用。咱有一个南投县育儿资源网缅定就可以预约啊那另外你嘛会当打电话互这个承办单位南投县府指出，临时托育中心在试营运期间使用率无悬，县府会加强宣传，未来也规划第3年内，伫草屯第3部里成立临时托育中心，先增加服务据点，才会豆豆来检讨服务时间甲预约的方式。县府嘛讲会和承包业者来研究看卖。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中央要到啊，屏东县府宣布，为后个月开始，敬老卡和博爱卡的补助点数要增加，而且会使坐更较侪交通工具，亲像敬老博爱计程车、航空巴士和国道客运，或是大出门会当更较利便。我的卡最强！哇，阿公，那你的是什么卡？我就是敬老卡。阿公提出敬老卡、教爷孙仔的卡片。屏东县推设友善交通佮升级，11月初1起，敬老卡和博爱卡逐个月补助点数，对原本500点加到1000点，只要满65岁，也是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民众，早卡到乡镇市公所过卡，点数就会调整到1000点，互民众会当坐较侪抓。门诊完出来，那个时间会有点袂合。惊赶袂到，赶袂到的是，阮是不是得坐副巴？安尼是较方便啦。多的点数那可以啊，很好啊。想要出门就不好意思麻烦家人，那现在有了这么多福利，然后博爱卡，然后还有富康巴士，让我们觉得出门不再困难。原本敬老卡和博爱卡会使坐县内公车、小黄公车、火车和U-Bike等等，即摆县府阁加入计程车、航空巴士，阁有国道客运的交通方式，互长辈看医生、出门佚佗阁较便利。使用博爱卡的朋友，以前是不能够扣点的，现在我们的富康巴士也都能够扣点那也来确保保障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福利跟权益。县府表示，屏东县目前摕敬老卡10万人，博爱卡6万多人，使用率大约3成。即摆补助加倍了后，每个月预估会超过10万摆使用。县府讲，未来会继续提升敬老甲博爱卡的功能，来提升长辈的活力。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嘉义市的中华专龄教育协会透过市区的计划，和高铁嘉义站做伙，邀请40位弱势家庭的家长甲囡仔，安排台湾高铁探索馆的游学旅程，让这群囡仔有机会伫咧课本以外来认捌高铁这项交通工具。头摆来到模拟控制高铁的车厢，来参观的学生囡仔对每一项设备拢足好，会当伫课本之外来认捌高铁。对因遮弱势家庭的囡仔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体验。高铁时速每小时300公里，而且那个隧道是斜的，是因为它会有那个气压，然后就会蹦一个金朵先。有够好，寄2张哦，我足欢喜的。中华专龄教育协会表示，因照顾的学生当中，嘛有囡仔唔知影高铁是啥物，甲台铁有啥物无共等等的问题，无法度来完成学校的功课。所以协会才配合嘉义市二小社区支持的服务计划，要带家长甲囡仔来进行高铁的游学课程。在课堂上知道有高铁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实际踏出过高铁。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像是有关于我们车站啊，就是相关的介绍，好，然后还有就是城乡方面的一些课程。高铁除了提供40位家长甲囡仔家己到桃园的来回车票以外，佫伫桃园来安排高铁探索馆的课程，透过导览甲当地的互动设备，这个囡仔用实际的体验，唔但感受课本内底教的物件，嘛，互因达成坐高铁旅行的愿望。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体育消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暝第2战，乐天桃园以2-1拍赢中信兄弟。目前总冠军赛乐天是2-0的领先。看这个盘势，乐天要摕冠军是真有机会。但林立对李伯登来讲会是比较头痛的打者。这一棒打左半边，左中外野方向飞球，这个球过了。这开球就攻出杨春炮，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史上第一球第一个打席就攻轰乱的第2人，前一场3-0完封抢胜。乐天桃园伫咧客场搁再出战，第一球就先提分，到第7球顶半球一个人出球完瑞，今嘛要讲的是挑战赛表现正赞的林子伟。林子伟打成一个软弱滚地球，要考验一下姜昆宇传2垒，一垒这边没有机会了。那这个滚地球带有1分打点。乐天摕到2-0领先，因那中信兄弟今年总冠军赛前2战打球拢无发挥，8连续15球拢无提分，一直到这场的第7球下半球，高奇宏攻出2垒安打上垒，对方球果投偏去才顺利提分。哇，那这样子的话要得分了，结果是用这种方式来中断连续没有得分的记录。中信兄弟总算摕到分数了，第8球下半球搁再反攻，无人出球完垒，机会正好，因不正可惜拢差14啊无摕到分数。乐天桃园先发投手魏能智，这场比赛表现正赞，到7局用94球，这个人被攻出3支安打61分，桃园队2-1摕到2连胜，摕到胜投加单场 MVP。直球 high fastball。根据历史资料，总冠军赛史上前18遍出现2-0领先的球队，上面有16遍摕到总冠军，机会是有到88.9%。这个人2遍连胜2败的球队，上面逆转摕冠军，包括1997年魏全龙，甲2016年的一来西牛，所以中信兄弟要摕冠军的机会，这个人11.1%。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纽约自2年外前开始推动用喷后备计划，唔但减少碳排放量，但年嘛阁减少4万吨粪扫。怪手把粪扫卡起来，放入去处理设施内面，经过排散瓦水，要变做对土有帮助的堆肥。这是美国纽约时态等等的堆肥处理厂，平均一天爱接收处理100吨到150吨来自纽约各地喷有机物。像天叶啊，落较多，一天阁会加250吨的有机粪扫，拢摕来做堆肥。因为之前纽约市街仔路拢正垃圾。而且伫疫情迄段期间，清洁人员无够，清运粪扫真困难。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形，纽约市政府2020年10月开始伫虹桥区推撒堆肥收集计划，有效减少当地差不多1270万磅的有机废弃物入去粪扫场，和清运的成本减1/3，佮增加3倍较价的堆肥，和当地民众使用。在咧定点科技的实验计划成功了，纽约市政府开始扩大推撒，时态等到的堆肥处理厂就正式开始运作。粪扫若收入去堆肥处理厂了，先该拍好水、筛选，结果放入去堆肥仓库4礼拜，可以发酵。堆肥的温度会愈来愈悬，一直到和边缘体草啊拢无法度生存的高温时阵，结果可以自然降温，上面就转化做堆肥。
堆肥若做好，市政府将一部分的堆肥卖互做园的业者，其他就免费分互居民、学校甲社区的花园使用。那增加市政府的收入，也降低本所场的加饭量，一减几落个。 When food scraps and yard wastes are buried in landfills, they decompose and generate methane. Methane's a very potent global warming gas, and landfills are the third largest source of methane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伫即马纽约市一年会当处理差不多35000吨到4万吨的喷，而且伫进前一年已经送出270万公斤的堆肥予民众。 那改善土质，会当帮助土壤吸收雨水，避免做大水。纽约市政府希望，伫未来10年回收喷的比例会让敢若亲像回收纸同款达到50%。不过也希望美国的民众会当先改善食物浪费率到40%的问题，真正达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标。公司新闻，陈思东编写。 美国甲巴西加扣50%的关税，冲击巴西咖啡产业。不过，一款招赛咖啡颠倒是真抢市，1公斤爱花价大票4万块，销量同款是下叫。有听过鸟屎咖啡，敢有听过鸟屎咖啡？你即马看到这种黑色的巴西原生鸟、雅库鸟？ 是巴西咖啡业者赚钱的超级王牌，因为对野菜内面提炼出来招西咖啡，1公斤会当卖到大票4万。O grão de café, ele é tipo uma esponja, que ele absorve tudo. O jacu ele não só come café, ele come frutas também. Isso dentro do papo dele, o grão de café ele vai absorvendo as características dessas frutas também para dentro do grão. E aí fica ali dentro do grão. Quando eu torro este café, potencializa muito. E faz com que esse café seja um café frutado, um café com acidez mais equilibrada, um amargor bem mais equilibrado. Então, 雅库鸟消化过咖啡豆，袂苦袂涩，酸度拄拄啊好，口感是香甜香甜。一开始咖啡农是正讨厌这种专工伫咧经好过季节的大鸟，要学印尼成香鸟咖啡了，对鸟舍内面开发出极品咖啡。不过正搞工产量少。A gente produz atualmente em torno de 2.500 sacas de café por ano, tá? Café do Jacu, uma quantidade bem pequena. Café do Jacu é micro nano lote. A gente tem atualmente em torno de 1.500 quilos de café do Jacu por ano. 招西咖啡气味好，好啉量个少。 伫海内外市场销售拢正好，继续一直起。伫巴西国内，抑个日本、英国的销售是逆势增长。就算美国对巴西扣关税，也是挡会牢。A gente faz cafés orgânicos, cafés de qualidade. E café de qualidade ele tem valor. E este valor ele é procurado em várias partes do mundo. Então a tarifa é complicada, mas a gente consegue escoar a nossa safra com mais facilidade. 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咖啡消费国，8月初加扣巴西50%的进口关税了，巴西咖啡对美国出口一个月半7成。专家讲，招西咖啡产量少，带动整体产业靠品质扩大销售点，摆脱对美国的依靠，可能会让提供其他的巴西主要咖啡品项伫这边的关税战一个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温凤仪编写。 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 东部地区24度到27度，外岛地区22度到30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了。